我们这个晚会我们不惜重资，花了几百万，从我们的北中请来了最优秀的一团旗舞，来为我们表演这场旗舞。这场旗舞不是随便都可以见得到的，这一团全台湾只有一团而已。来，我们以爱的鼓励一次，来欢迎我们北中旗舞，爱的鼓励，预备，来！